嘉义市举办母语这个活动，邀请到学校也有民间的母语推广单位做伙来欣赏传统歌谣、搭嘴鼓，也有歌戏的表演，叫大家做伙来学习台语、传承文化。大人甲囡仔伫当来体验讲母语的活动，有生活名词，嘛有俗言语，也是母语绘本的小解。舞台顶阁有歌谣、搭嘴鼓的表演。嘉义市举办母语日的活动，向民众来分享母语推广的成果。即马囡仔对伊来讲，伊这个时间，拄啊拢是这个学咱语言的一个黄金时期。啊，你真自然发展，真自然甲学，等到学落较济，学落较紧。学校就表示，伫即马全球化的环境当中，母语的使用是愈来愈重要。所以除了需要趣味佮生活化的课程以外，透过传统文化的结合，嘛有学习语言有传承文化的意义。不管嘛是爱有念词啦，念词唱曲啊，对这个母语的传承较有一个完整性啦，有一个母语的自信心啦，会知影讲这个物件吼，咱前人留落来的物件，即摆嘛是爱继续来使用。互大家知影讲，母语是咱台湾社会实在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即摆囡仔拢是国语也是英语，所以咱来推广这个母语，互咱知影讲母语对咱文化的传承。嘉义市教育处指出，母语是文化的根，结合社区甲学校的语言文化成果，展现学校对母语推广的多元性。希望透过这种方式，让少年囡仔会晓听、会晓讲，增加因对自我文化的认同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